嘉义县的山区甲海区，因为路头调远的学校，也因为这个所在较远，读册人数无够多，所以课本以外教学资源会较欠缺。即卖就一寡企业和民间单位，伫偏乡的学校推广课程计划，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囡仔学习的机会甲空间。学生囡仔用手电仔或者太阳能的机器人的叮当，除了太阳能的运用，还有电脑程式、虚拟实境的课程。嘉义县偏远学校的囡仔，真期待会当上到这的课。可以做到这种实验，还是第一次做，感觉还蛮对他有很多兴趣啊，就是自己体验动手做做看。异领域的加入，也让我们的师长呢，他们的就是教学的范畴更加的广泛，让孩子的学习更加的丰富。透过教育部甲嘉义县政府的协助，几个科技企业甲文教基金会，做伙伫嘉义县14间高校推动科技甲古典音乐的教育计划，希望透过教育资源的提供，照顾偏乡国小的学生。学校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的部分，那孩子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宽广，那借由参与这样的计划的话，对孩子的一些学习的知识的见解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教育处表示，推动这课程计划企业甲文教基金会，为2009年到今投入的资源愈来愈丰富，吸引真侪学校要来参加。这届精选出来14间国小，拢希望透过这届机会，增加学校的资源，替偏乡的囡仔提供更加好的学习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